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敢住台北？昨仔暗时，你经过立法院附近，敢看到开始警察咧围起来？昨暗立法院开始咧警戒，青鸟拿鹰相隔壁，为着明仔载要来大车拼，也阁有总统设了3个委员会，伊的功能作为，咱就来斟酌看。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师大政治所教授曲条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湾智库执行委员吴锡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资深媒体人陈明峰。大家好。那么第四位，资深媒体人谢和志。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立法院到底咧发生什么代志？你会记得青鸟事件？在过去这1个月一直进动，明仔就要来决定了。行政院长杜英台连续2天去立法院报告国会职权法案复议案。不过呢，国民党的立委徐嘉欣来表示，行政院所公布的复议案所理由7大点，但是送到立法院的公文，干那是写到6项，根本是对民众来讲白贼。杜英台强调，文字有调整，内容拢同款。立法院连续2天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甲内阁团队就国会职权法案复议案备询。暗国经济部长郭志辉互人压出，前2天质询期间，伫LINE的群组转传谈话节目的影片，内容质疑国会互中共掌控，搁再引起议论。我只是转发，我那个后来有收回哦。我其实收到了，那个是没有完全看完，我就发出去。这个是我坏习惯，以后会很谨慎。国民党立委徐卡心指出，行政院公布的复议案理由有7大点，暗过送到立法院的公文内底，却敢若有6项，批评行政院是对民众伫讲白贼。暗过杜英台讲，文字虽然有调整，暗过内容拢同款。脸书上抛文代表我那时候一个心情，公文书代表心情。我想问，其他是不是都一样？文字或许有调整，或许有调整，都是一样。一个调查权要给予相当的限制，这个就是社会的进步。让我讲个例，所以这个。杜院长伫议场见在野立委，国民党立委叶元之甲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伫走廊相见，因为2个人最近对立法院是不是动用警察权，一直拢有议论。20则小杜当场对骂，场面正火爆。叶元之有说要用警察权，就他不敢承认。他说我抛脸书，我没有抛。我说警察权是保护院长，他说我说警察权趋于民众。动什么手？公民团体青鸟行动持续伫立法院周边举办公民论坛，不过因为是平常时国家天气烧热，到场的民众明显减少。不过2月则是复议案表决的大日子，传出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奇发动员令，爱选区伫苗栗以北的国民党立委，每一个动员至少100人到立法院外参加拿鹰行动的成员。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是讲，民进党未恶意阻挡，或在野立委都爱确保复议案进行顺利，并呼吁场外民众爱互相尊重，保持理性。记者综合报道。咱头随看到这个立法院内面开始有这个攻防，但是立法院外面因为天气热，而且是呢时间也未到，即马陆陆续续我听到这个朋友差不多日头无法灭了，大家慢慢啊敢若要去散步安尼不管你是原来支持还是反对的人，但是爱先互观众朋友先了解，到底立法院内面发生什么代志？相信一般较假的人是唔知影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行政院要提这个复议案，这个复议案呢，这个严重性就是讲，伊若无过了，伊阁去提释宪，释宪也阁袂使，伊若讲我阁无爱答应，我阁无爱执行这个法案了后，我可能我会来提这个改选国会，这个严重性在这。但是为什么要来提这个释宪案，要来提这个复议案呢？宪法暂修条文第3条第2项第2款
行政院对着立法院决议的法律案，预算案或者是条约案，认为低阶难行时，经过总统核可了后，会当移请立法院来复议。七大原因，无实质讨论，迄阵是咱也讲过违反民主。第二，你到底你这是双首长制，你要来质询总统是违宪，无差别的调查民众，听证的范围伤过宽。第四个，你无管到这个政党的法律的定数，违反了定数的正义。第五，无限期来审查人事动议权，和政府重要的职权呢，会当无法度来正常来行使。藐视国会定义不明，你任意来扩大着立法院的职权，你怀疑，你若一怀疑官员的虚伪陈述，会当来会甲罚，毋是甲罚钱啊，要来罚迄个行政，所以伊这七大案。我也是爱先互观众朋友来恢复一下记忆，先互邱老师来讲。邱老师，这7个理由先莫讲你个人的意见，你认为这提出来了是听起来是有道理无道理？安怎看待这个7大原因？你若是问我个人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是感觉讲一部分是有影有理由但是毋是讲即摆通过的法案全部拢是。无理由的拢是唔好的，迄嘛袂使安尼讲。邱老师，咱先停一下，是讲伊譬如讲有3条，一条完全无理由，2条有部分理由，还是讲无喏？这3条拢无啥有理由，但是嘛有一点点有理由，是倒一种？应该安尼讲啦，基本上即届通过的法案是加强了立法院伊即摆所有的职权。咱较早，咱讲实在话，咱中华民国嘅立法院较早，因的职权基本上是大部分拢叫人冻结起来，较无实际职权啦。就是迄古早行政权较大啦。莫讲古早啦，即摆嘛差不多基本上是安尼嘛。是。国会因为咱当然啦，伫过去20年咱有修宪过，所以咱立法院的职权有。豆豆咧增加，咧增加咧上影但是因为咱真特别，咱有另外有一个叫做监察院、监察院监察伊的职权较早是甲立法院足侪是合作伙，所以咱较早的大法官的解说有一个解说案讲，因这两个单位加起来，佮加国民大会共同。差不多甲国外的讲的国会差不多，这就讲起来就讲A 加 B 加 C 3个加起来等于美国的一个国会，也是讲等于英国一个国会，但是即摆咱修宪了后嘛，咱甲监察伊甲切出去啊。好，老师，咱先停一下观众朋友，老师的意见就是讲，因这提出的物件，毋是讲完全无道理，只是安怎来。互伊变做较熟悉。我举一个例就好，调查权调查权即摆监察院嘛是支持即届的复议案为什么呢？因为因基本上认为讲调查权是阮监察院的，你立法院你会使，你会使调资料去看，你袂使真正去调查，因为调查权伫阮监察院，所以阮监察院。因监察院内底，除了讲监察委员以外，因有一个职务叫做调查事务官，因专门咧内面有按这事务官伫个嘛，10几个应该是10几个，因专门咧做调查。你即摆立法院，你无这款专业人员呐，你也咧做调查呢？伊就媒体办案了，你若做个调查落，你毋是教阮，你也有我也有，到尾啊。这个关系，所以这是定档的嘛？这定档，但是我个人的看法，袂使安尼讲。为什么呢？你看咱法院敢有调查权？法院有无？法院是审判呢？无啊。法院有啊。检察官。检察官啦。检察官咧做啥物？调查。调查，对了，这2句哦。调查迄2字，甲监察院的迄2字敢有共款？
同款嘛，拢调查官嘛，行政院下骹的行政机关有调查官无？行政院下骹下骹伊足侪机关嘛，吼，因有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一寡有诶无诶部。这敢若有限制哦。哦，啊，因内底有调查官无？可能某一个机构我讲一个足有名的机关，大家拢知影，咱百姓拢知影，叫做调查局。调查局。调查局咧调查啥物？哦，这重大的法案啊是。吼，警察内底因有一个刑事局。因咧做啥物？刑案调查，对不？所以你看吼，一个调查官，唔那是你检察院有啊，行政机关嘛有，司法机关嘛有，啊，为什么立法机关袂使有？较早袂使有的原因是啥物？因为我头拄讲过，你检察院加立法院，佮加国民大会，加起来做伙叫做国会。啊，但是即摆咱修宪了后。即摆咱的检察院已经唔是民意机关，伊叫做准司法机关。所以较早立法院袂使有调查权，有道理。但是即摆因为你检察院你的调查权是准司法权，啊，我立法权为什么袂使有调查权呢？啊，一个国会，一个国家的国会，若准无调查权，我讲实在话。迄就等于去用吹气用慢起，吹气用慢的，你看起来是一只好。老师，你安尼讲起来是听起来是有道理，我毋是讲无道理，我的意思是讲，那么规矩，就干这面就收起来，包起来就好啊。有人安尼讲啊，但是迄还修宪啊，但是我所在美国的国会调查权嘛是有限制哦。不，是咧，伊的调查权足大，有限制是一定有限制。对嘛？我讲一句话，天下无一种权，会使讲大到包天包地、包地包海。啊，我的意思是讲，目前即摆收的即个范围收甲无啥明确，老师你有同意？有，这我有同意。对嘛？吼，所以我先来问老师安尼。小等，我先讲好清楚。你若准讲你。即马规定讲无讲真清楚，你后壁会使定施行办法嘛，施行细则嘛，去甲补充嘛。那所有法律拢是安尼啊。哦，咱法律有位阶嘛。哦，咱较低的法律就是对较悬的、较悬一格。OK， 这后手会当补充啦。会使甲补充嘛。但是关于就事情这个立法的过程无讨论，老师你敢有同意？你修法无啦，这就是各个震动，甲大家咧吵。我即马所知影，对报纸内底吼，我想法是，我可能小当下要同时请教三位啦，是讲啊，啥话咱后面补充，你就头一摆啊，大家好好讨论，啊，互大家来参与。我真正讲哦，论真哦，我去菜市啊做个去焦点团体的调查，菜市啊，就在菜市啊吼，菜市啊，你甲审查100遍，菜市啊内底人伊嘛唔知影。去买菜的人，伊唔免知影讲立法院咧讨论啥物嘛。无一条伊知影的啦，我你凊彩这倒一项法律，你去菜市啊拢无人知。唔是啦，我意思是讲吼，大家上无爱有一个形式上爱有一个讨论吧。我安尼讲啦，是唔是安尼？伊即马拢总有讲开16遍会议啊啦。16遍算有够无够，这我无意见。安尼算做有讨论无讨论，我嘛无意见。尤其咱即马立法院足侪会有没有？开始开会就开始吵。第1分钟开始吵到结束，哦，安尼算有讨论无？你当然嘛无讨论啦。有啊，有吵那个无讨论。有吵呢，有拍呢，有拍啦，有拍，那个无讨论啊，有吵一定是无讨论。来，我先好细致来讲者，这吼到底第一有吵有吵啊，算有讨论无？尤其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当好好啊，充分来讨论着，因为我就爱知影讲这内面到底这个细节是啥物。老师讲啊，这后手才补充，你敢有同意？是啦，讨论这件代志应该是伫咧迄个第1摆通过的时阵吼，迄阵是有人这个民众吼将街头吼去抗争的时阵吼，慢慢有咧讨论啦吼。啊，讨论的方向当然，譬如讲。
学者来提出问题，啊，各有迄个各政党下乡去改水嘛，吼，咱看就是安尼。但是法院外面嘛，这就是法案通过了才形成的讨论。吼，我咱讲一句实在，咱看这个民调，吼，民调，这个台湾民基金会的民调，吼，当然我相信这绝对不是蔡奇的民调了，吼。你看民众对于这通过的法案的了解，超过50%是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应该说无清楚啦，所以有超过一半刚刚讲爱支持讲行政院这个复议的动作，吼，这是我刚刚有这是咱即摆来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吼，宪政主义的运作啦，民众也只能透过行政院提出这个复议案，才会了解。啊，为什么来咧进行的当中吼，咧审议过程当中，民众无了解吼？就是讲我刚刚讲，这是咱为什么这个国会改革法案的冲击吼，社会无法度认同的所在吼。那拄仔老师嘛有讲过吼，咱的宪法，当然我讲这一部法律的修正吼，国会改革吼，这上重要是啥呢？伊涉及的是宪政体制啊。好，讲一句实在，伊涉及宪政体制啊，你的立法院的权力有偌大，还需要扩张偌济吼？伊毋是讲我今仔日立法院职权通过了会使啊？立法院谁来制衡它？谁制衡立法院？哦，我讲一句实在，咱讲立法院的职权需要扩大改革，所以可以监督行政院。啊，立法院权力扩大之后，谁来监督立法院？咱无想到这呢。当然，伊就讲哦，对啦，看起来哦，这个人事同意权、调查权、听证会听起来感觉很好，但是问题是你家，当立法院权力扩大的时候，在咱讲咱的宪法要运作的上基本的原则是啥物？政府的权力要受限嘛？这 check and balance， 这是宪政主义的精神嘛，对不？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宪法本文来对哦。什么是政府？什么是中华民国的政府？五权，所以立法权也是政府的一部分哦。基本上不是国会扩权哦，其实某个程度上是政府扩权哦。政府扩权在宪政主义，我老实讲，这个已经违反宪政主义的精神了，因为你无去 balance 嘛，你无去跟你爱扩大的权力时阵，你无提供啊，我如何透过另外一个权力来去制衡他这个权力的扩大嘛，就简单的嘛。如果给那个蓝白政党提出国会改革，另外再降低罢免的门槛，连不分区立委都可以罢免的话，如果假设法案可以这样讨论，假设有这样讨论，哦，那我们可以它造成了一个制衡的状态，这样扩权，同时又制衡到立法权，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但是问题是讲，我起码其他都没被讨论，执政党、民进党提案的嘛没被讨论，哈，直接要处理家己的扩权。老师，你刚刚讲到这，我部分同意的意思就是讲，乃至到讲因家己本身咧。修改扩张家己的权力的时阵，某种程度也代表着这个制度性的缺陷啦。是啊，本来就是安尼。所以伊咧讨论的本身就是一个缺陷之下，是毋是应该停落来？大家讲，无咯，我嘛三卡作为来，大家来讨论。所以拄仔老师讲着啊，你因为老师调查院嘛是有调查权嘛。行政院的法务部里面的调查局也有调查权嘛，就是你家，我们所有的权利，当然我们可以重新。一间厝吼，这爱报，遐爱报，遐爱报。啊，即马就是你报一间，跟有另外一间就无报掉嘛。是啦，啊，但是我唔想讲，啊，无就大家拢停工，啊，其实坐落来先拿刀，先画画，啊，再来讲较顺序来。这叫做理性主义。实际上无可能安尼做代志。复议案本身就是希望讲，今嘛国会能够理性讨论的，哈。啊，创造一个复议案的方式来，不是创造提出复议案，就是希望讲这个部分，因为社会嘛有问题，社会有不同的声音，社会民意有不同的声音，所以爱情讨论嘛。啊，今嘛那我看到，当然各进动乐意去这说明，但是问题是讲。国会内底有讨论，够有讨论吗？嘛是无啥讨论嘛。委员会还是卡嘛。所以，我刚刚讲，基本上这个国会的扩权的是违反了宪政主义的运作精神。你也无讲从宪政主义的运作来去思考国会的扩权，那基本上，任何法令哦，你比如讲，咱看，安国老师，这边哪改？
我觉得就是退回去重审啊，就是安尼啊。无你给死鬼想会邱老师讲，这不是理性主义的这个事件。退回去审，那不是有理性，嘛是理性啊。不是，实际上就无可能嘛。就无可能嘛，因吼。无啦，我是感觉安尼，就是讲咱这通过的版本时阵是啥物时阵送出来？是不是上尾一天，黄国昌甲傅昆萁讲这是最高机密才送出来？送出来之后，你有进院会啊？安尼叫做有讨论吗？上尾版本吼，伫院会才出现，伫迄台仔顶你抗争的国民党甲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有偌济人看到上尾的版本？安尼叫做讨论吗？毋是冤家互相拍，就叫做讨论嘛。你尾啊，你的版本应该在委员会大家都已经看过啊。哦，你一个版本送28个版本出来，你是要安讨论？你表示你委员会根本就无开好，无讨论，你连国民党家己本身拢无整合一个版本出来嘛。所以讲我前面我吴老师提一个，徐老师提一个，我提一个，赵厚之提一个，佮提一个，拢带入院会，这叫讨论吗？你上尾黄国昌很这个神秘的说，我是最高机密，给你写的，大家拢唔知，这个叫做讨论吗？我是感觉足奇怪的。但是你讲，没有，然后而且呢，咱所谓的调查的有分两种，司法甲行政调查。行政调查是监察院的权利伫宪法内底，行政调查，行政院嘛要做行政调查，但是伊是行政院内部的调查。监察院是整个文官体制的行政调查，因为伊未来上惩戒，上公务员惩戒，他的对象都是公务员。然后刚才讲的司法跟换营，那是司法调查，所以调查的是包括普通人员犯罪行为，他可以调很多金钱的流向、老向啊，这些看个人私密的物件，还叫司法调查。我请问立法院，你是啥物调查？你是不三不四的调查嘛？你有啥物权利？你既没有？看这条文的字吼，应该是包山包海调查。对啊，你无去调查完，你调查，你也无司法权去调查。但是柯老师讲，就后手就是细节。你原文没有定，你怎么补？你补的这个未来物件比原文更较多，而且那有可能啦。所以咱这是无可能嘛。安尼看起来，咱立法院权力是大呢。这法律，你也读过法条的时阵，你就知影细节细则都是去补那个原文的施行细则。无就补一条讲，顶头无讲的，拢我伫我遮来讲。你就规矩重修法律就好啊。所以讲司法这和行政调查本来就要分开。你立法院就是，你做什么调查？可是你又有刑责，所以说你又没有调查员，那你到底是在干嘛？不三不四嘛。侯志，你的看法？我是讲安尼啦，你大法官有办法改写，你就要立法院有调查权啦。除非你要全盘否定这件事情，好，立法就会立法就会。大家，我来讲，民意调查里面大家要有支持哦。好，就是585号有调查权，这是大家有支持。你现在是要觉得说他现在定的不好，还是要全盘否定？这两种状况，有些人是全盘否定。这样看起来是大家有支持哦。侯爷的，所以你要全盘否定，我是觉得没有道理。但是大法官没有讲清楚那个调查权范围多大。所以跟别人的界限是什么？这是有影哈，这是有影。立法委员执行衍生而来的。我要讲嘛，请讲台语。好，然后我要讲的是说就是说，大家要讲无讨论这些代志啊，我只能这样讲，他立法程序是完整的，有讨论无讨论这见仁见智。其实我觉得状况很不好了，我必须要讲。以讨论他讨论状况品质真差啦。要唔过你讲话，什么叫做好？你要叫提一个好的，我讲你逐条法律提出来，你补一个好的。我跟你讲，每一条法律我都可以讲没讨论啦。你要用最高标准来检视的时阵，逐条法律都无讨论啊。宋朝野学生会一大堆。最近的诈骗法案，黄国昌就讨论了。来，咱好字。另外我过来讲无讨论不是你复议的理由。立法院，你的复议的理由是我窒碍难行，我做不到。无讨论，只要他的立法程序完整，有讨论无讨论，迄不是你复议的理由。这边先讲清楚。
所以起码你行政院来讲说，这代志我做袂到，吼，你讲像他提那个人事权，吼，讲会讨论无限期啊，吼，啊，你起码无限期啊。起码刚有讲，那人事权立法院一个月通过，变做有惯性，讲2礼拜上长2礼拜。啊，无啊，迄是你是讲即摆嘛，还是？啊，就过去的惯例啦。那有，啊，无迄阵啊变的时阵，监察院迄个规空转是啥？对啊，就是安尼空转嘛。迄就无过啊，迄就无过啊。比如说，你现在的状况是说，你今天行政院如果说你要觉得他做的不好，吼，你就这条袂使，我做袂到；迄条我做袂到。你起码是全盘规包的讲，拢，唔是讲这个危险，就是讲迄个什么物件你讲拢做袂到，敢会通？好，所以我刚刚讲第一个，你的程序好有没有讨论？不是你复议的理由，复议的理由是我做袂到。另外一个危险嘛，唔是你复议的理由。好，伊那是危险，好，你就大法官解释。你唔是大法官，你别让伊决定讲这条危险。哦，这理由应该定下。所以不是，你要是违宪，你就直接提出是大法官释宪。你那个违宪不是用复议来解决，是，这两条，两条路无共款。另外我要讲，今麦现在的状况是讲，政院的复议哦，看起来今麦看起来是被常态化。今仔卓荣泰的立法院问到，我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条例，不是3万变6万，总统无公布啊。啊，今仔讲立委讲，啊，你是要复议？啊，伊无讲吗？你即马是变讲复议的常态化，毋是这条尔。尾啊，伊逐条我立法院过了我袂爽，我就讲我要复议啊。即马是有现在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呢。这听起来是严重危机哦。不是你行政院不能够说我上面的物件我拢无去，我都没有去沟通。你今仔我讲国会改革这代志好，你即马讲哦你无讨论，我只有问一下，伊咧讨论立法院咧卖讲拍啦吼，立法院立法院在委员会在快速通过的时候，你去有去沟通，迄拢是老柯的代志，靠人安尼，拢柯建民一个样的代志。你即马嘛是啊，原住民这条例吼，你民进党嘛等于会邓赞成啊。好，你的意思是讲，迄阵时立法院你咧看尾烧炭。你立法院，我咧噗烟的时阵，你行政院拢无来出手，无来协调，无来讲。你当行政院内容出手，等于行政干预立法，不是这本来就是爱沟通的，检察院。啊，台面下骹会使袂？讲拜托诶，小来食食饭。本来就是你爱去沟通诶，监察院更离谱。吼，迄阵你讲你迄阵拢无声啊，啊，今麦讲你侵犯我的权利。谢弟，你也看法咧？你咧处理这国会改革的议案，你咧国会内底咧讨论的时阵吼，然后我若是讲有讨论吼，咧讨论的时阵吼，迄阵是内阁还没正式成军啦。咱讲一句实在，大部分时间呐，吼，所以你是要安怎讨论呐？啊，第二好，讨论唔讨论，拢唔是重点。啊，唔就是证明讲，这种法案会使通过，不就等于国会权力很大吗？才可以通过啊？敢是这意思？无你讲一句实在，这个国会。为什么可以通过这么社会共识没有这么充足的法案呢？就表示国会权力很大嘛。啊，基本上国会权力很大，可以通过像这样的一个国会改革案，或者是叫做所谓的扩权案。那你还行政院提出复议，你有没有进行讨论？嘛，是不讨论嘛？那这也是各说各话嘛。哈，这个表示讲国会主动推动的法案，国会权力很大，也可以不用讨论，可以进行复议否决掉复议嘛，就是安尼，简单就是安尼。我的意见是安尼啦吼，我唔是最公正，我意思讲有讨论无讨论，这真歹讲啊吼。但是何其他去讲的，讲行政院提出的7大原因内面，有的是违宪的，有的是安怎，有的是听起来应该这个不行，就因为咱头一个看到吼，低阶难行时啊，会当吼去申请到这法医。老师，你感觉讲，这7大理由是毋是成字为7大理由？应该要缩小，你若减省变做3大理由就好。这是我看，这是行政因的法律专家落去讨论的啦，吼。啊，基本上我赞成和你头拄讲的哈。你因为咱宪法写的4字就是自爱难行，无毋对的。啊，自爱难行，
原因真多。白话字，我真麻烦。法律拢是安尼啦，这正常嘛，吼，大家拢看有哦，村里人要食啥？伊就免食饭啊。安尼啊。难道袂使安尼？迄个空生笑啦，吼。挚爱难行，并且以富裕的理由嘛，什么是挚爱难行？对你通过歹势，我做袂到，因为会使富裕的案件有3个，第一个就是今麦看到的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啊。所谓挚爱难行，就是我无法度做，尤其是医生。无法度执行啦。尤其是医生嘛，我今麦我编的我无钱，你叫我做一代志，我做袂到，这个可以复议啊。违宪其实也是一个有违宪之余啦。温学界的用法叫做有违宪之余。我感觉这袂使，这就是可能的违宪。可能的违宪，我哪准真正甲做了啊？可能会侵犯到另外的权利。即摆看起来，即摆通过法案内底有几项，我嘛认为讲有可能有违宪之余，可能，就不是讲伊一定违宪，有这个可能性。其中什么呢？藐视国会罪。因为藐视国会罪吼，也对去答询的官员哦，若准讲你讲白贼哦，还是你的态度无好，以为作证，伊会使治你的藐视国会罪但是藐视国会罪迄是刑事法、刑法哦，所以这个嘛他也要一起修刑法嘛，那你刑法谁来认定他有藐视国会？法院呢？你立法院不能够直接，虽然只是财产法。老师，我会记得伊内面写的是讲，委员会这个主席会当认定，或者是5个同时间。不，一定要送院会，到尾要认定。上议会嘛。议会由院会来认定。来表决嘛。看起来这是表决，但是咱即摆所有的法。就我刚刚讲，你讲台语，我给你罚1块，所以我班长我送去迄个班级会12个班长讲对，要罚钱。班会啦，应该讲班会啦。所以拢一定投票，一定是拢过啊。但是你若准讲，咱假设一个状况啊，吼，某一个部长伫内底讲，态度无好，叫人讲藐视国会，院会通过了，你这个算是行政法还是司法的？这绝对什么法？对，我嘛唔知这什么法。老师你都唔知？普通阮咧讲的法处罚2种处罚，第一个就是司法的处罚，第二个是行政处罚。你立法院通过的，如果真的要处罚他，譬如讲罚5万块，虽然讲5万块唔是讲足大条，但是你这个是什么法？这财产哦，5万块钱也是财产。对啊，爱上来修你处罚他，结果你有没有处罚权？立法院有法律议定的权利，可是立法院，而且我刚才也讲，我也赞成立法院有调查的权利，但是你立法院有处罚的权利无？我补充一下，585号内底就是有罚金啦，好，585号内底有罚金，要不过你讲立法院到底要谁去罚？怎么罚？你问我唔知。要唔过大法官来当初就讲这条，吼，我叫你来，你无爱来，吼，我当罚你钱。对，这点就回这大法讲的，唔是我讲的。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之后，针对里面的东西进行调查，不用扩，大法官来不是你本来无知，你被评论你有爱知，不是说扩及到，不是扩及全部的立法委员都有咨询权跟调查权的啦。刚刚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内面的委员，那个是在585就是在解释特别调查委员会嘛。大法官就是讲你那是。我叫伊要，哇！刚才这大家都爱规当啊！所以你看，咱家咧讨论地差啊，你即马甲看过，那准讲真正后盖有这个案例出现的时候，它会引起非常大的冲突。哇！这麻烦啊！刚才一间便所咯，大家都冤家安尼，规间厝这安尼是安怎冤啊？就是安尼，所以讲，所以老师，那是合理的这个讨论的过程，是不是爱好好啊？安尼大家，譬如讲。这我头都讲过啊，迄叫做理性主义哦，迄无可能伫国会内底。咱公共电视都爱理性来我咧讲真正，迄拢无可能，唯一有可能。你听我讲，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咱即马个即马已经不，现在已经不叫做大法官解释。老师，我突然间有一个灵感，
咱4个吼，咱5个来成立个特别委员会来讨论了，送互立法院来参考。你来唱歌，我较无理性，你来唱歌啦，迄无可能的代志啦吼。但是唯一可能的事情是，因为他后边一定也上大法官会，大法官今麦已经无叫做释宪啦。对民国111年开始，宪法法庭啦，那今麦叫做宪法法庭啊，所以到尾啊一定是送宪法法庭做裁判。对啊，裁判的部分一部分也接受，啊有一部分伊可能会给你驳回。啊，你驳回立法院，迄阵立法院你就真正面对这些问题的哦，因为伊判决内底一定给你写讲倒位有违宪之。可能有违宪之实。我简单讲了哈，就说这届我讲立法品质很糟，好，安尼简单讲，卖讲有讨论无讨论啊，立法品质很糟。那么讲立法品质很糟的法律真济，唔单这条呢，唔单这条呢，立法品质糟不是你复议的理由。安尼先，好是，是不是？咱的立法院的品质真歹。卖嘛，卖这条呢，不然所以如果是我讲的啦，就是咱无大家，你别当讲，你别当讲，不是我讲，你别当讲吼，我民进党爱的案，或者行政院要的案子，立法品质糟就没关系，好啊，我无爱，我无想要爱，立法品质糟就是最恶，别当安尼讲。这有影，咱就爱讲一个名言，或者咱无特伫咱嘴内面讲的这种美好啊。吼，这题先停在遮，刷来20分吼，咱也先讲总统3贴药啊，吼，才开始有人咧下骹咧开始咧念讲，啊，就奇怪啊，这总统你就吼，啊是安怎你也有国安会吼，啊你来当这幕僚长，你的行政院长，你就去做你该做代志，伊要做3贴药啊，一个是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啊，你有环境部啊，吼，无咯，环境部啊协调，啊，你有这政务委员啊，无啦，遐佫无够大，啊，你有行政院长啊，无啦，佫无够大，吼，啊，佫有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哦，国防、民生、财防、民主4大韧性，这内面也有认知作战，也有这个消防署，内政部啊，国防部。吼，啊，个卫福部，吼，啊，这部会，这拢看起来拢统合性的，啊，个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100亿的癌症的新药的基金，啊，这卫福部难道袂使用吗？我这想要来请教邱老师，你来要讲，因为赖总统讲的吼，是记者会讲来信息足少啦，哦，伊的结果是要安怎来结果？还是有执行力，还是讲有这个决议性，还是约束性，拢无写嘛？老师，你认为讲赖总统创这是要创啥物？咱等下再来讲伊要创啥物，因为伊要创啥我嘛唔知，哦，咱拢是用。无啦，伊才有讲啊啦。咱拢要用药的嘛，啊，但是有两个代志，我想讲，咱爱先来创好清楚啦，哈。第一个，这3个委员会。哦，因若是组成了后，因这委员会使领薪水无？有钱无？有钱无？会使领薪水无？照讲应该是无啦。无嘛吼 ，OK。啊，第二个，伊有法定职权无？嘛无嘛。啊，第三，有没有组织法？阮读法律的人一定爱问这啊。伊有组织法无？无嘛吼。所以讲，这3个委员会听起来足大的，实际上。你嘛会使无参与，因为伊根本就无职权啊。对不？老师，我会记过去吼，国人的总统吼，拢有些国家统一委员会，吼，这用这总统的这条例落去设置这个法则，吼，啊落去成立，是有，吼，啊嘛有这个司改委员会，有，年金改革委员会，吼，啊，但是这个有约束力，无约束力，我确实有无？咱较早有一个国家统一委员会，你头都讲过嘛，伊也通过一个讲国家统一纲领，纲领，吼，啊，领到即阵咱有咧用无？
啊，有人甲插无？啊，有人甲插无？啊，到陈水扁总统的时阵啊，规气拢甲收开。但是年改呢，老师啊，但是年金改革呢？那年改到尾啊咧，伊交互什么人去执行？行政院。行政院啊。所以讲哦，你头拄讲啊足好诶，咱较早对蒋介石开始，到蒋经国，到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到蔡英文，每一个总统差不多。伫因的任内，拢有成立一寡委员会，也是叫做小组。较早的时阵叫做小组，上早的时阵，伫蒋介石的时阵，总统府下骹有成立一个委员会。你让我想到叫做什么？我说袂记。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后来变做经委会。迄三字委员会啊，甲即马赖总统讲的三字委员会，敢有共款？那阵拢有共款吼，安那会蒋介石的会使成立，赖总统你袂使成立，为什么？你给我一个理由嘛。所以咱爱安尼讲啦，吼。总统府若准讲伊想要做代志，尤其即马伊讲的三条，讲实在拢真重要啦。哦，第一就是气候变迁嘛，这内底可能也涉及到咱台湾的能源政策。今仔日我看报纸新闻都有咧讲啊嘛，是吧？这内底嘛涉及到咱台湾即马拢缺电嘛，咱讲实在话，台湾即马电都是无够嘛。哦，啊，咱即马大部分的产业，尤其是趁钱的产业，尤其拢咧用电。老师，你的意思是讲，伊创这是要铺排后手，伊要做这政策改变，还是要？可能啊，对不？啊，但是伊的范围佫做真大嘛，伊这个气候变迁委员会哦，啊个社会韧性，啊个健康促进，拢真大。伊说这大的名，可能伊咧做，毋是甲恁讲，甲行政院讲，恁爱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这甲迄个年金改革委员会可能无共款。性质小可无共款。伊可能做一个方向尔，啊来就是交互恁真正要做要负责任的是行政院。安尼要有效？有啊，有啊。啊，你头拄毋是讲年金改革委员会？年金改革委员会。本来就是。我迄目标真明确啊，但是我若讲气候变迁，哇，后水后天后风台后。伊即马讲3个月要开一届嘛，后届会使开一摆呢。后届每一季安就差不多3个月啊，一年4季嘛，啊3个月开一届，啊咱看伊具体的内容，咱再来讲伊有去侵犯到行政权无？先卖人家啦，我爱安尼讲啦，若阵爱较细腻的。这3个委员会吼，咧开会的时阵，咧下决定的时阵，有影爱较细腻的，唔通去侵犯到行政权。但是你袂使讲，伊可能会侵犯到行政权，所以你袂使开会。啊，过去的总统7年，咱台湾7年总统，咱哦委员会才有45个啦。我唔知啦，伊要即摆要3个，啊一个15个嘛，45个啦，4拢45个。你这有看小可行政院啦，包括行政院啦，包括行政院嘛会使去开会啊，但是你要执行的时阵，一定是带回行政院去做嘛，因为咱宪法写得真清楚，行政院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嘛。谢李老师。是，对啊，老师讲过啦吼，因为本来总统伊就有这个。应该毋是讲权力啦，伊有即个惯例有即个需要去成立即个委员会吼。委员会吼，咱讲啊坦白就是顾问的会议啦，吼，安尼了解还是讲，譬如讲我即马是咧台湾地口这咨询委员嘛，哈，啊咨询委员讲这伊会使来。咨询委员真大，当然你讲伊大就大，但是但是伊无大嘛是无大，这毋是大小的问题啦。伊的重点就是讲。我透过这些委员会运作来了解各界的想法嘛。我们看，其实，在以前的各任总统哈都有类似的相关做法嘛哈。啊，其中你看，陈水扁的时阵有成立人权委员会，好，人权咨询委员会，马英九也继续留下来使用哈。那蔡英文是没有，但是蔡英文把人权委员会升级到变成监察院的里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好，所以其实它也是有，它也是有一个运作过程哈。所以你北塞公委员会是叠床交屋是可能啊，但是应当不是叠床啊哈，因为主要伊是透过顾问咨询的方式来去了解讲，相关的议题有啥咪需要去讨论的，有需要去发展的，对国家影响是啥咪啦。所以你若讲
这个是侵犯行政权哦，就老师讲，你看，我觉得是比较过多的去思考，去想象说，总统安尼做袂使，但是问题是讲过去历任的总统做这一条，刚有侵犯到行政权。总统跟行政权的关系是啥物？咱的宪法内底就写得清楚啊嘛，所以这不是牵涉行政权的问题。当然，总统成立委员会，一定要有依照伊当初要成立的时阵，伊要做啥，爱讲啊清楚。总之要讲好啦。搁有迄个，伊要有业绩表现嘛，吼，你讲3个月开一摆会，3个月了有啥物进步出来？还要有 KPI 嘛？我刚刚这本来你成立一个，哇，无钱，搁技工，搁有 KPI。伊应该是有迄种出席费、车马费，应该是有啦。但是你也是讲要开这种会，当然表示讲总统伊有一个国家发展愿景嘛，伊想要国家要安怎发展嘛，所以伊一定要有成绩，因为伊嘛有要政策表现政策表现你要当然讨论完之后。交给哪一个部会来去落实，或者是透过什么样的政策来去展现，这个是另外下一个阶段的问题。但是一开始，当然咱来互伊去发展啊，看伊讲要发展是啥物啊，发展是啥物嘛。当然你也讲，伊也是讲你个内底讨论的代志无啥物结果，还是讲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以总统支持，当然这个委员会的运作，它基本上就会。慢慢就会有一些改变了。譬如讲，咱都要讲的，其实每个总统都有各种委员，有科技委员、科技论坛。每一任总统都有认为自己重要的事情，这个年金改革都要共轨嘛，起码赖总统有没有继续要再把年金改革委员会继续运作？这嘛是赖清德总统可以自己去判断嘛，所以嘛不是讲成立委员会不行，或者是说延续委员会有什么样的，就是总统他认为他觉得重要，依照他的职权是可以这样处理的。是。民宏，你安怎看？我感觉这个，我觉得这个成立这3个委员会是就跟国会那个无法一样，有违宪之余啦。好，我觉得我的标准都一致的，因为你这样子就会侵犯行政权。过去的委员会都是单一议题的，我光复大陆跟行政院，可能行政院不用那个国土的这种。国防事情，我总统可以看。对，那人权委员会是整个高层次，它只有单一议题叫人权委员会。那年金改革是因为它要扩大，因为它的改革面太大，基础已经麻烦。对，所以你叫行政院自己去弄不成，所以国家由总统府副总统带领这个年金改革委员会，包含各界各改意见做讨论。对，但是你不然嘛是爱去这个。行政院讨论呐，你既然成立3个委员会，叫做包山包海嘛，包山包海，他都有一个词用到国会那里啊，就是包山包海啊。所以说你的决策，我请问一下，你有什么担心中好啊？担心中伊这是政务委员，伊伫行政院应该听行政院长的，不过伊这是副召集人，伊的召集人是总统，万一做的决策呢是无共款的，请问。是要听啥人的？你这搁一个委员会副召集人是郑丽君是副议长，副议长伫行政院是低于行政院长的。你的决策，你这个表示讲，你讨论出来的决策，你行政院也无去经历的时阵，你是要执行啦。那你不是独立一个团队两套交白？所以你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说我没有。我应该要实质执行的单位是行政院嘛，所以我行政院应该要参与这个讨论。你根本就是在行政院下面要参与这个讨论，但是你没有，你现在又有外面的人，又有政务官，又有学界人，到周会弄出一套这个决策出来，那你又跟行政院的这种既有的官僚体系又不一样的决策体系。万一有冲突，那没有冲突，那就总统闹鬼啊！但是民宏这敢有这种可能？就是我就是讨论啊，讨论啊！你总统有闹鬼，你每天你有找每3个月找人开讲、泡茶、聊天、侃大山安尼吗？真好笑呢，真好笑嘛！
所以讲我人设计老师讲有 KPI 啊。对啊，你有 KPI 就是搁较麻烦。你 KPI 就是讲你行政院爱执行啊，行政院就讲你这样子自爱难行嘛。有时候你这讨论啊，因家己人可能袂讲自爱难行啦。对啊，嘛，但是我唔是家己人啊，我是媒体人，我是讲，伊这个讨论拢唔是行政院长的，拢唔是行政官员。你知行政体系、文官体系有文官体系的运作模式啊，你民间人士跟这些高级的政务官，他有一套运作的模式，他跟民间可能比较接近。如果你说要改革人员，那你找来人，包括郭智辉。包括这个什么人，你本来都是核电可以存在、可以讨论的人，可是，在整个民进党的架构之下呢，他变成又缩回去了。然后你自己又另设一个机关，说我们要减碳，减碳很好笑，那你最后还不是叫行政院去做核电的，否则你要怎么做？所以这个东西，我告诉你，我觉得就是说，你总统可能，我昨天听他说，昨天看说啊，他很忧心，他都睡不着。因为他觉得很多事情要完成，然后又有国会在背阁，所以他完成不了。所以我觉得两党的共识应该是修宪，国会呢应该把这个5权呢改成3权，国会有调查权，好，这样就很理所当然。比如你替我来修会嘞。然后没有，然后呢，然后执政党这边呢就是总统制，总统可以实际执行政务。我觉得这样子呢，就是两党都非常满意的。结果对，所以两党就既然有修宪的共识跟需求，为什么不修宪？为什么要搞这种体制外的东西？他如果你是单一，我告诉你，司法委员会还没有结束哦，我们的司法改革还没有到一个段落。请问赖总统，我平常对赖总还蛮友善的，我请问赖总统，我们的司法不用改革吗？哦，所以爱成立一个司法改革委员会，不是你要单一成立一个项目，才能够集中焦点嘛。你安尼就是包山包海，你是要倒一条啦？何志，我咧讲啦，拄好两位老师讲的，我们的委员会有2种啦，一种就是像光复大陆委员会、国统会这种，不能有功能，好，不能真的运作，纯粹它纯粹装饰嘛。人权委员会也是这种，卖公众纯粹装饰嘛。它纯粹是装饰品嘛，那种你要拿那种委员会来跟其他委员会比，不公平啦。另外一种像年改会，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任务，然后任务完了就结束，所以年改会结束，基本上因为没年改会啊，好，那所以这2种状况不同。问题赖清德这个状况都不是那2种，你说他是完全没功能都没有运作吗？不是嘛，而且以前没人盖出3个做3项的啦，啊3项都这么不明确。好，你今仔日那是讲，他只有成立气候变迁委员会，迄个无力安怎？因为民进党有一个反核神主牌，好，我尽量袂当管，好，所以我叫恁拢总来替我背书，好，我把核能政策翻掉。你的意见跟邱老师差不多。伊那是要安尼做，好，安尼就无力，要不过你其他两个是要创啊？而且年改会的召集人是副总统，不是总统哦。你今天都用总统亲自出来做召集，你没有结果，你要怎么弄？他的状况跟以前的总统都不赶快。你看郭智慧最近发言被民党打成这么惨，伊嘛不是要做核电呐？何志，敢有一种可能讲，卖叫委员会，叫小组长？不是啊，我跟你讲，重点不在卖公家抓，重点不在于你名称呐，就是说你这个委员会到底有没有权利啦？如果你有权利，你就是违法违宪。看起来应该是无多有权力吧？我觉得他现在看起来就是会有权利啦。你总统下令，你当然不能够，就说徐老师刚讲说，就是有违宪之余啊。徐老师刚讲说，你不能够预言就他一定会怎么样啊？就之余。但是问题是，看起来不是装饰品啊。好，看起来不是装饰品。谢迪老师，你按状况。我是刚刚讲吼，因为咱回到总统他本身就有成立委员会的这个惯例啦。啊，第二，先卖先甲换哈。你也讲这个委员会一定要很具体。我讲一句实在，马英九成立财经咨询小组、科技论坛，请问一下具体在哪边？我看没性质跟你无共款哦。迄咨询的无大。基本上一样的地方的是，第一个他没有组织法，他没有明定的职权。好，所以别惊啦。所以不是惊的问题。我们现在一直在围绕说，伊的这个名称不够具体，或者这个任务看起来不够清楚，好，然后当然你就算是不够具体、不够清楚，也不能否定说
总统成立委员会是不行的，好啊，当然，这我赞成哦。哎，来，我是讲，伊选举的时阵拢无来讲这哦，吼，当选一个月，就一个月，突然抛出来这个，啊，你起码是要做啥？有啦。来，先我先来讲一下来。健康推动委员会哦，伊咧选举的时阵就讲，伊要推动一个。那当然，伊唔是讲我要再当了总统要成立委员会，但是伊的论述以后运作的重点，其实在选举的时候，这是他的政策之一啦。不然我是刚刚讲，你选举的时候无讲啊，选调来讲是还好啦。就我想要做代志啊。民国85年啊，是86年，我即摆小可也袂记得。迄阵我有参加一个委员会，我迄阵在做国大代表吼，我想互你可能也会记的吼。迄阵李登辉做总统。已成立了一个叫做国事会议。老师，我有去甲你采访哦。哦，你有来甲我采访哦。OK， 啊，国事会议内底，国事会议决定了真侪后来修宪的主要的内容，拢伫遐。迄若准讲照咱宪法所规定的体制内，国事会议用总统的职权呐，包括政党，包括什么东西，政党的职权。咱头拄阮咧讲的吼，咱过去有这个权利。总统有成立一寡组织，所以咱来当作是国事会议安尼就说。不，会这样咧讲，国事会议无公开啊。你讲到我愈来愈会啊，爱个讲的嘛。